喺向前朋友都講過之後，取消收聽遲交季節，嚟咗禮拜新聞幕後，同你大家強烈關心係，呢新版公投法對立法院三讀通過，針對兩張議題，後續委員嚟到講咗，見到節目地圖，為大家繞長度嘅專家係來自昆山科技大學嘅副教務長，就係呢新新組嘅下屆向前愛通向范信波范教授你好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大家好。新聞教授過去擺到到節目現場，其實我整體都參考一下吼，大家你容易看到新聞，大家見到討論啲新版嘅公投法。現在民眾大家嘅時候，佢講係調動公投啊，你看連署啦，通過乜都會一辦，你估會一估，實在強係冇可能嘅事情。你話小泉變咗講，提案嘅門檻係總統選舉人數嘅5/1000分之5，降到變到係1/1000，你下連署嘅門檻從5%降到1.5%。大體來看，2辦看2擺修改。對安講啊，吼，公投這種事情，這是本身全世界都全部都該做的事情，吼。那對台灣來講，這是特別不一樣。公投本身是意思是講，佢係主權在民，佢係一個直接民主嘅一個概念。可是對台灣來講，佢有更高一層的意思，嗰種國家主權的彰顯。是講基本上全國性公投是由台灣做的投嘛，哦，所以佢有在國家主權的彰顯。特別有感應到雨果去講過吼，呢個立法院基本的典章制度法規，嗰啲全部算下層最低層的，呢個叫三角形送去吼，送俾有隻良心，人民的良心，人民的良心的時候，人民的共識，人民的該想法，來組合成，因為立法委員佢可能會被利益團體勾結啊，可能又被財團收買啊，可能又佢自己私人利益啊，所以該個典章制度全部立法委員佢都冇誒。呢個送還有一個最高的是良心，良心是人民決定一切，開始人民主權，人民決定所有的事情。好，開始公投法的最基本意思。好，所以人民的良心最高的法律是人民的良心。好，特別與國安員講啊。好，所以禮拜公投法修正通過，其實實際上就是把直接民權還給人民，讓人民的良心來決定很多不當的法律制度。好，所以開始要正面的做法。咁講你從事實來看，家下我就講到吼。大方講啊，之前總統大選最減一擺，人數係1878萬人啊。嗱，你隻數字來算，2擺只有1/1000嘛，1879萬人是在提案發動公投，你係提案通過之後，28萬人是1.5%，是咪連署是在新案，你隻案呢是確定新立嘅。最尾469萬人是4股一股跳下統計票，人家有統計比唔統計多，你隻案呢是過嚟。從你一數是來想到這件事情，有可能講啥都變做乜嘅事情，是拿來公投一下。人家講現代呢是已經當數嘅團結民主啊，大意識之徒，係咩為因為因為公投開始我就重建。昨天主持人講誒吼，一張是提案，一張是成案。提案差不多是2000人以下，記住係提案；成案是差不多有28萬人。太簡單咧！太簡單，實在講起來，因為28萬人實在冇咁簡單。現在冇咁簡單，一般人應該全國因為目標，因為叫身份證啊，叫你啊做啲電子聯署啦。可是實在講，28人冇咁簡單哈。最重要問題係咩？事都可以公投。第二講係重大政策，你講呢個法律創制複決，該簡單嘛？立法院通過嘅惡法，呢個公投弄去母體嘛？立法院冇通過嘅，呢個公投弄去創制法律嘛？什麼？最重要係還有一個憲法修正案啦，哈，還有一個是重大政策，哪個種重大政策？還有施行細則，記得會去聽講，嘛講到重大政策，你總唔得輕輕才是一隻法案是講，一隻公投議題是講重大政策啊。像呢個做過嘅，該澎湖、金門、馬祖，記得差不多全部係獨橋嘅，獨橋嘅該是重大政策影響記得民生嘛，什麼該是地方性嘅。所以下擺還有一隻施行細則，叫為定義講嘛講到重大政策，你總唔得輕輕才無碼東西使用到重大政策啊，吼。係講近期有人愛用人事來公投，民眾你下呢個資訊按發達，其實啲該家政黨，當你走在無聊嘅事情嘛，其實反制呢個公民社會所反制這一些無聊事公投嘅團體嘛，好，所以下擺資訊流通、資訊開放、資訊對等。大家都有相對的資訊，是唔會發生喺這種事公投嘅問題啦。好，先才講該做啲防止誒，好做啲防止誒。家先生講到這點吼，你也還蠻看到呢細項嘅細節，係講細項細節出來，因為底下詳細情況到底乜個做公投，乜個做唔得公投，你下已經填出來包含係講預算，
大帅，信奉神嘅嘅，嗱，因此呢幾項已經確定係做唔得公投嘅，到底對國外其他嘅民主國家，佢哋嘅公投議題，乜嘅做得投，乜嘅做唔得投，判準嘅基準係乜嘅，要乜嘅，你做得嚟參考嘅。喺國外嘅公投嘅議題動到，嚇，你講，比如講最頭前最頭擺嘅東帝汶叫做印尼獨立，呢是公投嘛，嚇。魁北克佢冇兩敗叫做加拿大獨立，呢是公投，嚇。喺歐洲國家叫加入歐盟，佢全部公投，所以公投係落去麼？嚇。啊，你話英國佢脫歐，佢有公投100，啊，公投100，哦，啊，還有好現實的例子啊，像喺希臘其實講。關於國家利益的事情做啲公投，好，還有一個國家，其實用核能發電啊，禁止喝酒啦，該都有幾美的公投啊，哈，還有冰島其實講社區服務該種嘅事情 ，community service， 幾美的公投啊，好，所以講乜嘅議題全部都係公投，又地方性的又全國性的全部走的，好，可是佢公投的主要意思是講取得全民的共識，睇啲全部重要的議題啦，好，所以佢頭先講嘅，差唔多已經講。東帝汶啦，你講魁北克啦，你講該英國叫做脫歐啦，哈，還有歐盟國家叫做加入歐盟啦，哈，該就全部用公投來決定，哦，所以重大政策，它好台灣全部好啊，其他係講憲法修正好鬥，哦，台灣用因。今日線上講到當從就係講從台政策嘅公投對國外已經做咧動到千里。對國內呢一擺冇處理到，冇是講，比方說選舉時係很敏感嘅兩岸政治協商呢種議題吼。因看到時代力量黨幾時提出一家修正嘅同意，講兩岸之間嘅政治協商，經過總統高本行政長嘅認會嘅建議，國有中央選舉委員會來發動主辦安慰公投，因為經過安慰嘗試，佢哋講將在進行協商。不過呢一擺呢一隻建議係受到國民黨啦、民進黨。同時還有親民黨其實也否決，因為呢啲講兩岸關係其實係當敏感嘅一塊，咁講唔是就另外去規範呢件事情。我知道台灣同中國嘅關係，嗰種事情啊，哈，叫為分裂一個社會，叫為分裂一個台灣，哦，所以嗰種事情做得避免嘅，一定盡量避免。你比如講，你台灣人叫東東人啊，1949年過來嘅。你若該到人當作一個台灣人啊，你總唔得講哦，你乜個特別講嘅外省人該到盡量避免。所以所有意識形態嘅東西，所有會激怒中國嘅東西，要盡量避免，盡量避免。因為該一個台灣吼最強嘅一個東西係一個欠缺共識。台灣人很沒有共識，一個動作事情，只要扯到意識形態是分裂，扯到意識形態是分裂。可是都有一個共同嘅敵人。共同的敵人是武器，這個飛彈對準台灣的共同敵人。所以你台灣而家又在共識起來，又切裂台灣人共識嘅嗰個東西，一個莫形模。你比如講，你白講誒，國歌啦、國號啦、國旗啦，嗰個暫時不要去碰它，一個慢慢先有一個共識起來。啊，嗰種問題。留到後面不急啊，該種問題不急，因為該種問題哦，那中國的事情，其實講中國，佢70年來，佢當年嘛講話打台灣啊，70年來就冇用嘅啊，好，所以那佢冇乜嘅政治協商冇人傾，好，一個台灣有隻最麻煩的問題，就一個台灣人啊，特別看到北京的《人民日報》，看到《環球時報》，看到。中評社、很多新華社，啲講乜嘅？呢度夾到嘅事啊！我用咩？前幾年記得咩講？美軍的這個艦艇停靠台灣之時，就是武力犯台之時。現在講，該啲人啊，看起來是從乜嘅？從該穆斯林的 IS 伊斯蘭國。呢啲人係最極端、最右端嘅人啊！咩所有嘅中國人都係？咩所有中國人啊？佢哋是神。係講用穆斯林來比喻，佢就是 IS 啊，伊斯蘭國啊。嗰啲人當然就係因為佢哋用來用去，佢哋就要工作啊，佢哋立場就係啊，不賦予嘅，係啊，佢責任就係咁樣啊。所以實際上，中國嘅領導人或中國嘅人民或中國嘅政府嘅想法，冇一定係該到中新社、中評社、環球社、乜個人民日報，該都有想法哦，該冇共用哦，該都係講難聽一點，該都係鷹犬都係恨，好，鷹犬都係恨，
一个主要人都主人打交道啊，主人是中国人民、中国政府啊，所以不是讲该都应该讲嘛该，一定经常会被这些媒体所影响啊，所以看的时候一定要看准他们的真正的意图是什么。先生讲就点是讲，以下了到议题啊，台湾人最欠的是无日志的强势。我为爱想，敢讲总得利用以下公投法，用公投来变做一只显现强势的手段。该公投本身是走得按慢慢走，慢慢走。你比如那个斗台的核能发电啊、绿能发电啊，做买事情啊，要推翻下摆个产业走向小英的5+2哦，动都有议题。你比如讲你下你下燃煤发电嘛，什么空污啊、PM2.5啊哈，该动作时间都有在共识，是讲这边都有走绿能，台家有地，你电一定不够。你电一定不够是台价省啊，大白讲动简单啊，你每个人省个10%，就整个该备载电容量是往下降啦，不是准备燃豆啦。所以台价有在共识是讲，你也夯哪条路，你都要做嘛，该牺牲，该一定要走到诶，你也核能，你也删掉核能发电，你也绿能发电，绿能发电有一个局限性。天然那都减掉吗？系啊，你就台价会降啊，没办法啦。该有在共识会出来啦。礼拜司法内容也增加一项是讲。行政也经过立法院通知，向主管机关来办公投。而只公投吼，其实係立法院對係講佢要開會時咧，15年之內所提出一隻意見，係講後悔嘅意見變到係3000年時間下衝突啦。我意思講係講，咁會變做講，本行政機關由行政人來提，由公投讀大選，因為 Andy 講少了驗就是選舉嘅。我建擺選舉其實冇其他公投按強效來操作嘛。cái公投吼，最好是那提前把控下，按好3000嘛，基本上咱好3000啊，同样一个开票嘛，什么那口气讲该执政党、反对党就会用各种议题来绑大选吗？好啊，你投一张，俺没投一张，你投一张，俺没投一张。之前谁啊？防御性公投。特别3位啊，你投来投去，大家是看都是地啦，大家是难死啊，因为警董用安徽母喏，应该警董用安徽母喏。球了以后，大家是地公，你进东走唔在那模，一定要在公众的压力、舆论的压力。台湾有一个好处是讲吼，不管赖群组，不管 FB， 不管一个通讯软体有冇，大家动加是资讯，马上全台湾都传遍，所以系讲一个进东刚刚走，还有一个进东其实都去反制嘛，你就用来抄去，来烂系列，那是不第3个政党嘛，所以靠你政党的永办生存，因为嘛个议题来生存。该你自家决定，俺这个民众系消费者，俺就会淘汰啊，因为顶多来搞经济，俺就能淘汰啊，多简单。所以公民的力量就有象形该白色力量、公民力量该就慢慢起来，公民社会啦，该一个好现象好，上半场的媒体先感谢这范教授的来回答啵，下半场还就当到其他面向来讨论，包含讲。因为国家当多也就公投，不过从年记得全国性的公投并没按上见，多代年民主进程很多两步黑美就在天上基调来做全国性的公投，跟省级公家公者起诉的发展。大家就把转到讨论的现场，下半场继续来关注礼拜公投法、宪法3读之后对印尼军事的民生会带来哪啲嘅影响？今日方法就讲到吼，公投係印尼來做實踐民主最好嘅一種方式之一吼。咁我人家啲講，看起場係人民來做主，咁有可能會變做是講公投嘅少數來否決當選嘅多數，因為因之前嘅台灣民主選出來嘅基調就有民主嘅基礎。你也透過公投咧，行使鐵鐵零議題嘅時節，會發生咁嘅狀況麼？我看到國外從係你來看，美國、德國啦、荷蘭，你幾隻國家佢哋民主按多年咧，其實佢哋並冇全國性嘅公投。嗱，家下你教授講到英國來講，佢哋全國性嘅公投其實係自尊性質嘅，並冇法律嘅約束力。所以，你台灣嘅民主法很多以下嘅一個衝突，你係講啥咯？係面對全國性嘅公投。你就條件來要把握確實順勢嘅推動咯。我想講吼，美國、德國吼，嗰度國家吼，佢係一直特別講英美體系、大陸體系講法律啊吼，英美講歐陸法律體系嘛吼。
一张是英美去走一只标杆，一张是德国、荷兰该走一只标杆哈。这个法律体系非常非常的完整，好，所以从你讲美国后嘞，去各州，基有几个宪法。几乎是一张宪，基于一张美国的宪法没有错。其实各州基于一张相当于宪法的效力，所以这个议题啊，基本是讲全国性，一张州是全部解决掉的。好，开始一张问题是讲，这个法律制度啊已经非常完善，这个司法走在解决一切问题。好，所有立法跟行政之间的问题全部都在解决。好，那比如讲，你摆川普。佢选举以前，佢是讲，按每本穆斯林落来，穆斯林全部落来，佢要禁止7个国家每佢落来嘛，是嘛？好，佢选举的期间，佢怎样讲啊？投票，佢动选咧，佢就会做这种事情吗？讲起来，佢是选公民投票啦，什么？啊，全美国全部投我川普啊，然后禁止穆斯林落来啊，什么？啊，应该按做怎样做啊？法院讲 no thanks， 佢是。弄川普讲不行，所以川普跟法院打脸打3次，应该他政策是失败。好，所以美国也那意思是讲，美国的法律、德国的法律、荷兰的法律，因为在司法最后一张防卫线，因为不因行政单位请才走实情。好，所以该种国家哈。你讲佢没有全国性的公投，佢各州，佢是做处理佢的事情。佢全国性的，佢是有一张更完整的一张法律制度。哦，所以他起头讲是纳托森跟密规的例子哈，其实在讲你川普想来做嘛事情，你司法讲做唔得，你川普还做唔得做咧。不过我包妹还系对门是讲，朝印尼底下民主发展的长途吼，因为印尼的公投全国性公投系有发布了约束性的。有可能会变做都是这挑出来系公投的少数，以否决之前，你废弃将民主建立民主的多数嘛？好，该单问题哦，大家民主悖论出现。大家是会讲，我因为一定要1/4通过是做对啦，什么？因为1/4，那3/4，因为算讲，都有推翻投票率，台底啊，差不多6成到7成5、8成，好。还有一张问题是讲，你反对，你也去。干嘛改站出来啊？你反对，你是来投反对票啊？你总不得讲按照赞成1/4啊，你1/4决定一切，莫你母出反对1/4出来啊？所以大家互相动员嘛。你赞成这个议题，你1/4可以通过，没有错，400多万，好像400多万少数就可以通过。那你反对的人，你弄出400多万人来嘛？所以总不得讲，你这400多万狗，你是很多少数，1/4是很多少数决定一切，转过来讲嘛，那你既然你认为你是多数，那你弄出400多万人来反对嘛？只要比他多一票，你就赢了。所以刚才相互制衡的问题啊，哈，因为讲少数决定多数，好，所以该到走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，你相互动员嘛，啊。样变做一家可能的发展是讲，对国会啊，前谈大家是讲国会冇通过的法案，有可能就透过公投败不复活，也是否决嘛。因为变做，你的民主发展变到让这种长途的民粹嘛。因为经常有选举的，结果选举出来的大意是对国会的天通，为你作为了条法案，不论通过唔通过，你这个就系个人冇一摆，咁变做之前嗰只选举代表你行使公民权的利害权人，从因本搞假一样。本身啊，哈。所有立法员，大家全部地啦，选他立法员有几千万都死了哈。你选他4亿元4亿元是几千万的啦，哦，公司才3亿，好，你要按到签，一定有家利益团体都支持你，不管你财团有没有改，好，所以你就有通过的法案，记得立法院市议会记得通过的法案，记得多多少少代表某一些利益团体的法案，所以有公投，特别没有公投。该在法案通过，大家是牙早走嘛，懂吗？要用公投，那起头应该在法案不对，那还用另外一个力量是偷天转到鱼狗偷天讲人民的良心啊，法律最后是人民的良心啊。那起头应该在4亿元，那起头应该在立法委员作为唔错，那是起来用公投的力量，弄该在法律否决掉。好，有转来公偷天讲会不会已经通过的又被否决，已经否决的又被通过？该是相互动员啊。所以又回到那个问题啦，虽然是1/4 600多万啊400多万哈，因为另外一边也可以动员1/4的人来啊。那你也谈到的是讲，用公投来表态，人民的直接民主
全面的效果、全面的那种后续的效应从影下到。不过係講針對公投佬代議制度底下係講用公投來用公投來推動係咩，也會有負面的衝擊。現在講公投走100、走200，大家覺得新鮮啊！走300、走400，大家所謂難死的啦！哈。我講你隨時做唔難，佢乜嘅東西都拿來公投。因為你擔心係沒有利啦，你乜嘅事情就拿來公投。可是我頭先講誒，叫做施行細則。叫做重大政策，要是參考全世界去講誒全國性的公投的重大政策，有乜嘅？你講核能發電，該重大政策；什麼綠能發電，該重大政策。那講一個你下專業的，有可能你下到你發展，雖然講還冇通過，不過當然可能會通過一例一休。到時在到你發展通過之後，結果有特定的團體就係政黨，佢講好，人哋發通，就給最低最優的公投。你講嘅。也有可能性，哈，因為終究勞工啊，迄個講該一例一休，該工人階級、勞工階級哈，佢都佔多數嘛，佢當然會為自己的最高權益來去打算哈。可是到時候是一翻兩瞪眼哦，係講你僅是，因為你啊所謂的勞團代表啊，佢終究是代表差不多所有勞動力的20%啊，所有勞團代表，係講都是僅相應，你其他80%的勞工你也幾個低哦。哦，係講都是資方去做埋事情，該所有的後果，就大家一起承擔啊。好，所以你到公投的時間，你資方沒有動員啊，勞方沒有動員啊。好，可是你地嘛個代表性，來講，你講一例一休有沒有可能被推翻？有可能啊。可是大家要承擔啊。好，大家要承擔啊。哈，該就開始講回到剛剛講的，其實的勞資代表對談啊，這勞方啊，還看起來啦。佢所代表的勞動力，實在講唔係100%，佢差唔多20%。我有強調一點是講，線上經強調一件事情是講，不論係公投進又係反雙方嗬，其實都投票之前都在同戰設計基礎下，針對特定的議題用相同來表態。不過談起來同戰，我會直接上到是講，係咩？呢個社會還有呢個國家民主的制度會變做係唔問題。開始會這樣分裂啦，哈，動員，而家議題又正又反嘛，因為同婚，變做講，建擺攞一隻議題，因台灣水分裂分開了，就擺是，談起來是講，哎呦，按呢社會咩，見到個按變來變去咩？按說，一個說服對方的時間啊，一個人家公民社會，該大家都要練習，大家都要成長啦。你比如講，你係同性婚姻的問題，哦，特別動員反對啊，哦，該在禮拜黃國昌也不罷免嘛，係嘛？開始大家談起來，大家攤開來講，結果你還不一定黃國昌會被罷免啊，莫一定去聲勢看漲啊，什麼？所以又議題出來一個討論，討論之後再來取得一個共識。好，該討論的過程最驚是係極端分子啦，所以極端分子其實用意識形態來控制一切啦，哈啊，其他英雄部大多數人都是理性討論、理性辯論。好，所以我相信啊，哈，在公民社會一個動成熟，算是相當成熟，還在學習。啊，還沒有100%成熟，還在學習。我們人民素養其實還在努力成長當中。啊，我們人民素養說實在的，在民主這一塊還沒有到這個很高的水準。啊，但是我們都在學習，所以你也不應該再忌諱去學習啊。你慢慢後，一直地啊。哦，不然這一代不學，那一代不學，永遠都學不會啊！啊，所以這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啊！我相信這是一個民主的學習的過程。那大家相互，久了之後就變成一種習慣了。啊，公投也沒什麼怕了。好，先生講到兩擺公投，家下我問的問題是講對社會問題的影響，就算兩點吼，認為講因為大家很多好可能唔會重新脫台分裂。另一點，兩擺公投法照進通過，時過一股，你看實在有機會通過門檻。係咩有可能因為盲人而選舉咧？所以講係人事中嘅選舉。係咩？兩擺公投法通過，也會本國家人事嘅政治分布有洗牌嘅機會。公投對選舉有影響冇？既然有影響，啊，政治人物叫佢選講，哎，我哋係講冇埋個公投出來，哦，來拖埋個選舉，我就票好多，哦，有傳統愛特徵講誒，你拖一隻公投，我咪拖一隻公投啊。哦，係講大家來拖，你拖上張，愛拖上張，你們會起到應該兩大政黨動這一消呢？錯嗎？還是唔應該兩大政黨，還是冇第三個政黨啊？可能這幾個政黨嘅生存，你也選擇什麼模式啊？好，所以你講誒，
也绝对对，一定会有政党来这个用公投来绑大选。好，但是另外一个政党也会这样做。要加加动就可能议题已经抛出来，大放讲啦。之前国民党真扣咧，美国的纽约时本人马德维斯底下，还没给人某一家反对开放美国的中央真扣。哪一篇托牌是讲某一家改过，是穷人做的，因为也对高手所讲，感觉算是少数的激进的议题，也其实多数人未提出来。咁美猪的问题哦，瘦肉精的问题，好啊，迄个公投啊，系讲公投竟是讲唔爱信美国的瘦肉精猪，冻简单，只弄美国讲一定唔信啦，冇办法啦。问题是冲击到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啊。咁冇涨啊，佢的关系主要是讲，你都要买武器，本钱弄佢都买武器，咁最重要。台条系卖武器，卖中药笋，中药笋谁条啊？一台条几千亿。